去年因为小人衰风台金蕉的灾损是真严重，产量是减少真济哦，所以即马金蕉真贵，产地大卖价1公斤起到95块，比去年同期的50块贵1倍。 婚林的金蕉农透早就无用采收金蕉，也毋过受到去年连续的风台影响，地区全台各地金蕉受损严重。有农民讲产量比去年减3成以上，虽然目前的价格每公斤95块，但产量少，收成有限。南部无啦，南部算金蕉的王国啊，香蕉南部是香蕉王国啊。拢无啊。好价来讲啦，伊即马卖大啊，嘛是。 一礼拜过一礼拜啦，寒天拢爱搁等超几个月才会收啊。来到果子达，有头家表示，金蕉的价钱对1个月前就一直咧起，有当时啊，敢若会当对大盘批少量的货来卖，若准叫无货，就敢若会当准拄煞。 是你如果今天跟他订，说一定要用订的，然后大概1个礼拜还是5到10天才能给你，然后你订10箱，那只能给你1箱。跟去年同期比较，去年同期大概是每公斤大概50到55，所以比去年大概高了1倍啦。然后因为整个产量也有差，它的产量也要少了大概1/3以上。 农业处表示，目前金蕉的价钱也伫咧悬价，主要是受到去年风台影响，地区全台各地拢有金蕉树仔倒长凹断，再加上最近几落破冷气团，互金蕉恶生长，产量少，落价机会无大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